食咗維再生 NMN 之後，做嘢嘅時候真係冇咁易攰，成個人有 energy 咗。最緊要上鏡 close up 都見皮膚質素好咗好多。日本製造維再生 NMN， 採用日本最新酵素萃取技術，純度高達 99.9%。另外加入逆齡王者成分 SERTMAC 黑姜黃素，榮獲日本及美國專利，抗氧能力比白藜蘆醇高5倍。RoboVit 法國橡樹高效修復老化 DNA， 保持細胞年輕活力，配合腸溶內酸性膠囊，有效直達腸道吸收。多重科研證實，食用4天 NAD+ 提升6倍，每日2粒，由內到外，幫細胞提供能量，全方位將身體機能恢復到最 top 嘅狀態。我信賴 Revive 維再生 NMN 啟動抗老機制，重回最巔峰狀態。